随上今仔日也是大港节的上尾礼拜，今仔日是圣诞节，愿上帝的祝福就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吟第1节就好，来。请来，请来，以马内利，救赎以色列拯救人，因受千山世之，因受神，也同马先行甘霖。欢迎以马内利，以色列那主美来临。愿上帝出世临到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底，愿上帝出世临在伫咱的生活甲家庭中，愿上帝的祝福就临在。所以当咱咧吟的时阵，这条歌是叫做“请来，请来，以马内利，请来，请来，大必所时，请来，请来，耶西根基，请来，请来，万国热望。愿上帝的祝福就真正来到咱的生命内底，所以嘛，上诗是一首祈祷的诗。咱求上帝就出世伫咱的生命内底。上诗今仔日要为大家备办的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听不懂台语，在外面有预备华语的讲道篇，今天的主事稿。所以，如果你听不懂台语，我也要邀请你一起参与这场礼拜，特别在讲道的时候。所以外面有预备讲道篇，你可以去拿，那是今天讲道的主事稿。愿上帝祝福就临在，真正的平安就赏赐予咱，请咱备办咱的心。大家平安，咱礼拜开始，请奏乐。
请小会员点席。着和软弱的手坚强，毫无力的骹头夫徛在，心肝惊吓的人，你着对因讲，着坚强，毋免惊。你看，你的上帝要来伸冤，上帝一定会施行报应来拯救恁。有声底话讲，就伫旷野为着上主准备道路，伫远坡为着咱的上帝开大路。逐个山谷着屯丰满，大山小山拢下雨平，阮家无病的多，着好好地读。咱家的所在，处于变化的地位。主的荣耀会出现，全人类拢会看见上主亲嘴安尼宣布。着时常甲主个人来欢喜。我阁讲一遍，着欢喜，着互众人看袂出你的宽容。主你要来啊，拢毋通挂入啥物，万事着用感谢的心来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影。恁爱是宽容，恁爱是慈悲，有恁爱就袂怨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生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对一切有耐心，仁爱永远存在。天使甲因讲，毋免惊，我甲恁报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今仔日伫台北城有一位救主为着恁出世，就是主基督。恁会看到一个婴仔用布包着，倒恁做恁，这互恁做记号。愿主出世伫咱中间，互咱活出毋忘、信心、欢喜、甲仁爱。请咱做伙来祈祷。
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41首，请来，请来，以马内利。会众请起立吟全首。
人类的和平，人工绝高万分道界分龙天，我谁要修修的和平，华丽华丽一马雷一色雷主贝来临。请大家犹原徛着，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的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一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因我的活命。阿门。请坐。撒迦来启应。启应文第42篇，暂时嘛是以赛亚书第11章，伫圣诗的后面1073页，我来启，请会众来引。亚西的老树头的布影，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计划甲勇气的神。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伊袂用公义维护善车人，伊要用裁决做棍攻逼害者，伊要用公义治理。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我囝甲狮会斗阵食，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狮会亲像鼠食草，食年的婴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伫我的圣山的逐所在，因为对上主的人物会普及全地。咱同心撒迦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愿会同心感谢俄罗你，你是全知全能独一的真神。阮体会你的奥妙甲安排。今仔日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圣诞节。愿教会小会员点光5支的蜡烛，这是代表盼望、信心、喜乐、仁爱的主耶稣基督。当世间人伫罪恶中无盼望的时，你将拯救的信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带予世间人。天上因为安尼产生变化，阮感受到主耶稣降生的意义，就是改变人的快乐。万物因为耶稣的降生，忧伤变欢喜。善车人着极力来拍拼，单亲跃跃如你的人，着生存着勇气来突破困境。破病的人增加恢复健康的信心，失败的人恢复斗志，站起来得胜。
失业的人看见新的可能性甲机会，人受转化，人生改变。整个宇宙世界，拢因为主耶稣的降生充满愿望甲欢喜。愿这个圣诞好日子，带予阮持续性的信心甲勇气，带予阮谦卑甲温柔的心性，带予阮新生命的活力。愿阮时时迎指主耶稣降生伫阮心内。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甲来看圣经，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9章第1节甲第10节。国语和合本圣经第110页，现代台语译本圣经第182页。耶稣入去耶利哥，对遐得经过。伫遐有一个人，名叫做撒该，伊是某税的头人，真好业。伊爱要看耶稣是虾米款人，不过因为人真多，伊的身材阁会看袂到，就走进前爬上一丛生栽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得要对遐经过，耶稣行到迄个所在，抬头看，对伊讲：“撒该，赶紧落来，今仔日我一定要带恁兜。”撒该就赶紧落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众人一下看到，咬咬念，讲：“这个人刷入去罪人的厝大。”撒该徛地对主讲：“主啊，我要摕财产的一半进济善车人。我若有甲人骗钱，买4杯行医。”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已经临到这个家，因为伊嘛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要找求搁拯救失落的人。”请圣歌队来献诗。咱三甲组织传讲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基地的故事。咱三甲少年这个故事，到伫今日，由愿主神天后伊再临，请来主耶稣。主
上帝创造人类来显出伊的疼，搁互因得到疼。为着安尼，伊选择即个上伟大的创造。总是人类却无选择伊，一摆搁一摆，因离开上帝。总是上帝无放下因，伊继续呼召因，不断地听因。行伫黑暗中的底是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底下，有光照因。虽然行伫黑暗中，上帝的百姓也记得伊是真光。因用家己的方法要倒转去归按上帝，总是因无法度。伫痛苦中，因向上帝啼哭嚎叫，上帝听见因的声，伊就做一个计划。因为人类无法度去到伊的所在，伊当要亲身来到因中间。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收拾咱，伊要负担独责，伊的名要称作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人君。因为记得安怎踮伫伊的光的中间来活，所以上帝就计划搁一摆，备办因的心归向伊。伊派一位天使带消息，去到一位祭司名叫撒加利亚的所在。天使对伊讲：撒加利亚，无你惊，
你的某伊丽莎白要生囝，你着甲伊号名叫约翰。伊要互以色列后下侪人活倒转来归主，就是因的上帝。伊要向以利亚的信心甲才能，行做头伫主的面前，为着主陪伴下营的百姓。通过约翰，上帝为伊家己准备世间。约翰叫百姓着脱离黑暗，伊互因知上帝的真相，互因通认捌伊。陪伴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遮的山谷拢要吞甜，遮的大细的山头拢要互伊加，弯巧的要互伊直，坎坷的要互伊平，既有肉体的要看见上帝的拯救。拢备办好势啊！上帝特别降临，总是毋是用伊的百姓所期待的方式。伊无用亲像大过来的君王，也是神秘的力量出现。伊是做婴仔来出世，是一位名叫做玛利亚的女子所生的。伊丽莎白有生到6月日，天使加百列，奉上帝所找到加利利一个城，名叫拿撒勒，就近一个在色女，是已经配定着互大笔家的一人，名叫约瑟。
这个在色女名叫玛利亚，天使入去对伊讲：得大恩的人啊，平安，主甲你伫地。上帝咧教伊的百姓，伊的真相，伊用谦卑甲温柔的款式降临世间。通过玛利亚，上帝教示伊的百姓就怎样接纳伊，就是用感谢、欢喜来降服伫伊。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
咱即时请本堂五牧师来正道，题目是救恩来到一家。大家平安，圣诞恭喜！愿上帝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是2022年上尾一个主日，咱若后礼拜的主日搁看到的时阵，就是明年啊。所以愿上帝祝福，伫咱今年所经过，所以今仔日也是上适合定心来回想咱过去的一冬所经过的岁月，以及伫内底所经验的悬或是低的时阵。愿上帝的祝福就甲咱做伙伫地，互咱伫今年是咱会拄着真低调、真毋知要安怎的时阵，总是咱也有真高峰、真欢喜的时。愿主出世伫咱生命中，互咱或悬或低，拢有上帝甲咱做伙伫地。因为安尼，所以即时我要邀请你你边仔的人来伊讲圣诞恭喜耶稣听你。你若愿意讲搁较侪，互人温暖的话，即时嘛会当甲伊讲加讲一点嘛，袂要紧吼。愿上帝的祝福就甲咱做伙伫地，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出世伫阮中间，互阮经历生命中或悬或低的时。主，阮上欢喜阳光的时，阮知毋是阮较敖，是上帝你赏赐的祝福，气力甲阮做伙伫地。当阮拄着烦恼忧愁的时，主，阮也知你要甲阮流目屎的时阵做伙伫地，因为安尼，阮要欢迎你出世伫阮生命中，帮赞扶持，互阮真正领受到上帝你特别的气力甲祝福。伫今年是安尼，阮知要搬过明年的时，搁较是安尼。阮安尼你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以色列人认为割礼是一种记号，是证明因是上帝选民的记号。基督徒呢？基督徒介绍嘛有一寡记号，十字架是上互人知，上顶基督教就是基督徒的记号。有人会伫伊的车后壁，就搭一尾耶稣鱼；有人会厝内底会挂耶稣像，就是挂基督是五家之主。总是这个记号应该拢只是咧提醒咱是啥物人，提醒咱应该谦卑认罪，追求上帝的心意。然后伫咱的行动内底去行出主爱咱所行的旨意，因为有缘有人去到教会敬拜，私底下来做歹的代志；有人车后壁搭耶稣鱼，总是却是交通的恶霸；有人颔棍伫十字架的看练，有缘会做互上帝见笑，看做见笑的代志。所以，啥物会叫做上帝的记号？对马太来讲，就是迄粒带一群博士找到救主耶稣的星，就是亲像路加所描述的，天使对故样的安尼讲。做伙来读《路加福音》第2章12节，做伙来读来。恁会看到一个婴仔用布包地倒伫泽林，这
互恁做记号。咱爱知，不管是天顶的星一粒星，或是倒伫责任的婴仔，这倒有真稀奇的代志吗？这个拢是上平常的背景，总是圣经却明白咧对咱讲，这是要互咱的记号。这拢说明一项代志：上帝的记号要显现的时阵，毋是乱藏伫王宫内底，毋是乱荣耀，就是众人安尼请耶的时阵。上帝的记号是要伫上平凡、上平常的日子甲生命内底，显现出上帝迄种上无平凡的快乐，安尼才是真正伊的记号。实际上，咱每一个人嘛拢有一个记号，迄就是咱的名。我的名叫富人，听讲有人的老爸名甲我同名，总是我相信理由一定无啥共款，因为当我出世的时阵，我的老爸伫台南归仁教会咧牧会，所以我的人其实是归仁的意思。我的人其实是归仁的意思，所以富当然就有富有仁爱的意思，毋是好野人哦吼。所以真侪人拢会误会掠做阮爸爸真爱好野人，啊可惜我姓吴，所以就变做无好野。真侪人可能会误会，总是其实毋是安尼。爱解说开，咱较知影讲。原来就是富有仁爱的意思。实际上，真久以前，伫以色列嘛有一对夫妇生一个囝，因对因的囝有真大的愿望，所以就甲因的囝号一个真特别，这个名真特别，的希伯来名叫做撒该。撒该原文的意思就是纯洁的意思，单纯加纯洁的意思。这对父母应该毋望因的囝大汉了后，就成做一个单纯的人。总是咱若读到今仔日的经节，就会知影撒该大汉了后，伊做一个某婿。佫毋是一般的某婿，伊佫是耶利哥城的某婿的头人。咱爱知影什么会叫做耶利哥城？当时的耶利哥城，当时耶利哥城其实就是位伫耶路撒冷城东北边约20公里、26公里的所在，是当时巴勒斯坦上大香料甲油交易的中心，更加是当时罗马帝国伫巴勒斯坦一带课税上悬的所在。换一句话来讲，伫这个城做某婿的头人，是应该是某着全巴勒斯坦上悬的税。了解意思吼？所以伊毋是普通的人哦，伊是耶利哥城是当时巴勒斯坦上大贸易中心，然后伊就伫这个城做某婿的头人。换一句话来讲，撒该大汉了后，伊变做一个无真单纯的人。当时的人真讨厌到咱抽税的人、某婿的人。就亲像今仔日共款，今仔日咱嘛真讨厌迄个时间到爱纳税这样代志。总是无啥共款的是，当时某婿的头家是罗马政府，撒该是犹太人，总是
伊搁徛伫强权者迄边，所以伊互人厌恶。通常当时的某世会将收到的税2/3就交互罗马政府，1/3就放入家己的裤袋仔内底。所以撒该的厝边拢知影撒该是安怎会好惹的方式，所以因为安尼，因真讨厌伊，真厌恶伊。所以到即时，撒该的人生真无单纯。换一句话来讲，撒该一开始人生的目标，就是应该互人厌恶也不要紧。我要成做一个有权有钱的人。照儒家的描述，伊应该即时已经达到伊家己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因为伊穿真好的衫，有一间真大的房厝，有真侪钱。总是其实撒该的心真丧伤，因为伊无啥物甲伊交心的朋友，伊的心也常常是丧伤的。加在撒该无等到伊要去见上帝的时阵，才发现伊内心的丧伤。有一天，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2节，咱读到这个故事，做伙来读这段故事。来，耶稣入去耶利哥，对遐地经过，伫遐有一个人，名叫做撒该，伊是某世的头人，真好业。撒该听到耶稣要来的消息，所以请假离开伊的岛，离开伊的办公室，甲伊的厝边做伙去路边等待要看迄个叫做耶稣的先生。毋知是安怎，耶稣吸引撒该爱互伊请假去路边等要看伊。路加福音19章第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爱要看耶稣是啥物款人，不过因为人真多，伊的身材阁矮，看袂着。希腊文有一个真趣味的所在，就是共一纸内底凊彩囥，看迄个字尾来熟悉这个名的词，因为安尼，这只有写。伊的身材阁矮，总是这个伊是咧指撒该，还是咧指耶稣？毋知，无清楚。不过照教会的传统的讲法，咱较习惯真矮的撒该，较无习惯真矮的耶稣，对吧？所以咱拢会讲啥矮啊撒该，对吧？矮撒该总是毋知影，无清楚。这个是希腊文真特别、真趣味的所在。换一句话来讲，这只是咧表达，因无法度看见彼此，或是因为身材，或是因为真侪人咧下客，所以因无法度看见彼此。亲爱兄弟姊妹。咱的生活甲性命，时常会互咱甲内心的家己来疏离，甚至咱会互这世间邪恶的关系控制、影响。咱的思想甲灵魂，搁较会受到这个世界错误的引带，直到咱会互即时。专心所追求的生活来合制，失去自由，无法度甲咱内心的家己来的渴望来拄着，这就是撒该，也是咱大部分的人伫极有限视野内底的生活，总是有时阵。
伫某一个时间、某一个事件，或是某一个人出现，会互咱停落来。迄个停落来，有时阵咱会掠做，搁那咧阻挡；有时阵咱会掠准，搁那咧甲咱滚生笑；有时阵咱会误会，甚至掠做这个互咱停落来的代志，人又是时间是咧阻挡咱。不过有当时啊，这个代志互咱停落来。是要爱咱去检视，好好想看卖啊！我到底活做啥物款？我安怎活？我到现在我安怎活？然后咱会发现，咱内心的渴望，毋望会当改变咱现在的现况。就亲像主耶稣会譬如安尼讲。路加福音13章20节到2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佮讲：我要用什么来比评上帝国？上帝国亲像架母，有一个妇人提起蓝地3斗米粉做伙炒，最后规个拢发起来。耶稣用架母做譬如，其实。伊就是教母，假使咱若愿意起身来改变咱现在伫真有限的视野内底所看见的路甲方向，停落来，咱愿意去改变，去拄着伊，咱会产生变化。将伊敲入咱的生命内底，若发起来，有可能就会成做饲饱别人甲家己的面包；有可能就会当发起来，互家己食饱，嘛互别人食饱的面包。这应该就是撒该这时的毋望，伊毋望改变。路加福音19章第4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就走进前，爬上一丛酸菜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得要对遐经过。咱来知影，这时会撒该做真奇怪的动作。咱若听这个故事真久的，咱会想讲啊，撒该爬树啊，这真。应该嘛，对吧？总是，请问你顶边爬树仔的时间是啥物时阵？请问咱就好啊。顶边爬树仔的时间是啥物时阵？咱应该真久无爬树仔。请问有爬过树仔的，请举手，我看卖好。我有爬过，所以我举手。嘿，有人无爬过吼，规世人拢毋捌爬过。安尼我嘛无要劝你爬吼，我无要劝你爬吼，请毋通凊彩爬吼，因为年纪哪大就无适合爬树啊，爱知影这样代志哦吼。总是咱来知影，一个成年人爬树啊是一件，伫今仔日咱看到已经是真奇怪的代志啊，对无？迄时阵搁较是咧。伫迄时阵，搁较是，撒该是一个成人，是某世的头人，搁较无可能爬树仔。只是因为伊内心的渴望，所以伊爬上迄丛有机会的树仔。有机会的树仔，就是意思讲，啊，耶稣到底会对遮经过袂？迄爱跋呢，跋看卖啊，跋讲啊，是毋是真正会对遮经过？有机会树啊！这绝对毋是撒该即位伫耶利哥城有头有面，平常时会当抽势的某世头人有做的动作。
伊竟然伫伊的厝边的面头前爬上酸菜树，毋惊见笑，只是求一个机会。我期待这个机会，我期待爬上这丛树仔伫树顶，就伫遐看耶稣，安尼尔。伊伫遐要等待看到，毋望一个稳定会临到。换一句话来讲，撒该伊心内想要改变，这个较无改变，应该真久啊。所以撒该厝边伫路边，总是撒该爬上树，藏伫树中，要等待耶稣，伊要听候经验这个稳定。突然间，耶稣来啊！伊离开天堂，进入咱中间的耶稣来啊！将马可安尼讲，伊讲迄位行咱的路、食咱的饭、流咱的目屎、看咱的耶稣来啊！第一遍，撒该甲伊的厝边做伙看到耶稣来；第一遍，撒该甲伊的厝边做伙伫耶稣的身躯顶头见证上帝的疼。这真正是真美好的时刻。伊看见疼甲稳定，总是无想到耶稣既然直接就行来到伊的树骹。这时阵，撒该的心已经一定跳了真厉害。耶稣无看头前，路加福音19章第5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行到迄个所在，抬头看，对讲：撒该，赶紧落来！今仔日我一定要带恁兜。撒该心内底一定想讲啊，耶稣要来阮兜，啊，伊才会知影我的名。伊嘛无问咧，伊就直接行来，啊，就直接看。啊，伊才会知影我的名。伊既然知影我的名，就一定知影我。伊知影我会遮尔无受欢迎，总是伊有愿要来阮兜。所以撒该只是想讲藏伫遐，会当爬上树来看。主耶稣却直接行到树骹来叫伊讲撒该。其实叫伊撒该嘛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叫伊单纯迄个名，因为撒该就叫做单纯嘛，但毋是咧，纯洁。所以这声害啊，伊就成做全城注目的焦点。今仔日我一定要带恁兜，表示伊出命令。换一句话，别人看撒该做罪人无清气的人，主无安尼看伊，伊一看就认出。迄个爬上酸菜树的撒该，有一粒单纯较无的心。路加福音19章第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撒该就赶紧落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不过，撒该的行动引起别人的不满，啊是安那？迄个医治人的耶稣，出名的耶稣。既然去住伫撒该的厝内底吗？敢讲伊敢毋知影撒该是罪人吗？人因为耶稣的行动，伫一边，伫另外一边就嗷念，心内底嗷念。路加福音19章第7节就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众人一个看到，嗷念讲，这人煞入去罪人的厝住。大家议论纷纷，迄位出名的律比耶稣伫耶利哥城内底，既然住伫一个人，迄个人的兜叫做撒该的兜。既然住伫因兜，撒该一定无时间整理因兜
款引导甲伊家己，总是无必要，因为主耶稣要甲真正的撒该，迄位有纯洁心灵的人，做伙同在，做伙食饭，做伙同徛起。伊无责备，也无追讨伊过去的罪，只是透过安尼对伊讲：“我疼你。”总是主耶稣拿来咱的兜，会亲像一面镜。这个镜会互撒该的心开，重新看见家己的面貌，同时也清楚知影，这就是伊需要改变、彻底悔改的时刻。亲爱兄弟姊妹，什么会叫做悔改？悔改就是离开旧的生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悔改就是离开犯罪，行伫顺服上帝的迄条路，这就叫做悔改。路加福音19章第8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撒该徛地对主讲：“主啊！”我要摕财产的一半，真济散请人。我若有甲人骗钱，要死袂行医。撒该悔改，伊决定第一遍来画出伊的名的意思，单纯、纯洁。我毋知迄天伊的爸母是毋是士大人，是毋是搁伫地？我毋望因搁伫地，亲目通看见因的囝画出因对伊的囝上大声出世的时阵，迄款的毋望。伫旧约内底袂使饕餮10条戒的典章内底。是安尼讲，出埃及记22章第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摩西讲：人若偷牵牛，也是羊，无论是掠去杀，也是牵去卖，一只牛就赔5只，一只羊就赔4只。这有可能是撒该伫遮徛地，亲像咒蛇共款。主耶稣保证，虽然伊互人看做是不义的财主，有罪无清气的人，总是伊透过后壁的这个保证，要甲主耶稣讲：我保证，我的财产毋是偷摕，我无违背这个命令，因为安尼。路加福音19章第9节到第10节，才会刷落去有主耶稣的这款的回应。做伙来读上尾的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已经临到这个家，因为伊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要追找佮拯救失落的人。撒该第一遍画出，伊原本应该有的款式，就是纯洁、单纯。只是因为耶稣甲伊做伙徛起，这就是救恩来到这家的原因。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要甲真实的咱做伙徛起，伊来。毋是要强强爱改变咱现在有的生活，伊嘛无要要求咱爱遵守什么款的规则，或是达到什么款的业绩，咱才会当算伊属伊的百姓。毋是，伊只是要来疼咱，所以假使咱若毋望改变，若安尼大起身。爱爬上树，
亲像杀街，换一句话来讲，毋是爬真正的树仔吼。我要劝咱大家，爬上树的意思，其实杀街搁爬会行，咱有可能爬无啥会行。换一句话来讲，爬上树改变咱迄时的角度甲想法，去看主爱咱所改变的代志，拍碎咱原本真正真外在的面貌，备办好咱真正的咱。咱若带一粒柔软的心，听候拄着伊，伊必然会来到咱的树骹，认出咱的本质，叫咱，然后一定会带咱到。咱若愿意摕掉迄个真形式、真外在的面貌，我相信，上时亲像杀街共款，爬上树，咱一定会拄着伊，然后一定要带咱到。伫西方甲简单的地区，面包是主食。伫一寡所在地方的语言内底，甚至会将面包称作性命。我真正相信，当咱的性命中超入耶稣的疼，就会亲像面粉超入酵母，咱的灵魂就会改变。就是咱的日常生活由原破碎，由原搁那分离共款，咱时常行的、讲的，甲咱内底灵魂差真多，总是咱的心会明白，迄个领改变，找到真实家己的旅程已经展开。假使这个旅程有展开，那安尼救恩必然要临到咱每一个人，救恩也必然要临到咱的家、咱的教会。我确实祈祷，毋望也临到咱的台湾以及咱所伫地所在。请做伙来祈祷。主帮助阮，摕掉阮真正的外在面具，帮助阮知，阮确实渴望得到改变。主帮助阮知影，阮通得到改变，然后阮通拍开这个爬上树去，毋望渴望拄着你。主阮知，迄时你要来到阮的树骹，举头叫阮的名，上时必定会带伫阮兜。求上帝会听怜悯阮，改变阮，扶持阮，医治阮，帮助阮，互阮真正活出主你所爱阮活出来的款式甲样相。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阮心。咱即时请圣歌队献诗。
甲上帝完成伊的计划了。耶稣伊妈内利已经全然为着伊的百姓降临。虽然世间人毋知有甚物变动，总是各项事拢改变了。约瑟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太，到大比的城，名叫伯利恒的，要甲伊聘定的玛利亚三角做嫁嫁。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就生头上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槽里。虽然世间也毋知即个好消息，天庭却袂当隐藏即个欢喜快乐。天使学了上帝计划的美妙，甲伊极深的疼痛，就让天使去对牧者宣告大好消息。忽然，正天君出声学了上帝的所做。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角伫地，学了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甲伊所欢喜的人伫中间。上帝已经为着咱降临，咱原本是行伫黑暗中的百姓，咱选择家己爱行的路。咱若已经想要用家己的方法，转去伊遐，总是无成功。但是上帝永远记得咱，伊无停止疼咱，无停止呼召咱。
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叫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过鲁比的卑微，对当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因为迄个有关联的，为着我最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上帝的百姓啊，伊当为咱降临，伊伫即时已经降临。每一摆，咱也来仰望伊，伊就伫遮。伊逐日为着咱人来到即世间，伊的国度伫即时临到。敬畏伊的人，伊临变因到代代，伊捌用伊的手出气来。心智骄傲的人，伊有赶散因；有关联的人，伊愈因的位；卑微的人，伊升因最悬；枵的人，伊用好米互因食到饱；富的人，伊互因空空倒去。伊扶持伊的奴仆以色列来纪念人民，照伊对咱的祖所讲的话来实落，互阿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到永世代。
主耶稣，请进来。阮的世界虽然黑暗，总是你的真光拨开黑暗。阮虽然捌感觉无前途，你的疼永远坚定。阮虽然会行马路，你安排一条活路。阮虽然非常惊吓，你赐阮极大的喜乐。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奉献，请陈素妍、陈博言这次来书献。
请会众起立，三甲来吟奉献诗。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会众读两遍。伫圣书表的下面，人主来是要找求、搁拯救失落的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请。人主来是要追找搁拯救失落的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咱现甲周报的第1页。后主日1月初1号，咱做礼拜这个服侍的人员，咱家己看。周间会摕各团契聚会的时间佮地点。咱家己参考，以及主日学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咱家己详细。第2页，咱教会有18小组的聚会表、甲时间、地点，咱家己来去参加参与。顶礼拜12月18日的奉献的明细，若是有订单。也是需要查询的明细，请较敲这个办公室的干事。消息报告伫第3页。本主日是圣诞赞美礼拜，咱2场合并，伫上午9点半来开始。下主日1月初1，1月份的1月中节长老于志平、执事赖正义、黄腾义。第2点，咱下主日要来举行2023年的中节团契首长的就任式，名单伫下骹下，长老张伯钧、陈建州，执事陈伯元、陈美智、刘泰山、尹立芳、黄约瑟、赵美珠，常年团契李庆忠。夫妇团契黄文正，妇女团契潘桂娥，社青团契邓亚忠，得胜者团契苏怡玲，信歌队柯明伟，敬拜团张荣。教会消息，第1点，为了配合咱奉献的证明电子化作业。请有奉献的会友，本人也是家属，拢爱填名下这个奉献证明电子化的授权同意书，用去6楼遐来领取填写，也是传真寄登去这个桃园教会6楼的办公室。第2点，今仔日是本年度的元宵日，请各团契、各服侍的团队，也是插花班的老师，有本年度的凭证、发票需要请款的一定爱伫咧今仔日中昼进前一定爱提出。那超过时间就无得来办理。第3点，咱今仔日有准备这个圣诞爱餐，礼拜煞伫6楼来领受领受爱餐的时候，请注意第1点，食完的这个便当请放伫这个6楼的厨房来清洗，放在这个蓝色的塑胶篮下。第2点，咱厨房内底有备办这个厨余桶。
第三点，请莫伫咧逐楼的茶水间来清洗，也是丢放伫即个粪扫桶下。第四点，要管制即个便当的数量哈，原则上是今仔日来做礼拜来去领取吼，甲登记。若是有剩的时阵，会用甲迄个厨房来甲登记。第四点，咱圣诞歌吼，请伫迄个有订的兄弟一定要去办公室来领取吼，这有时间性的吼，莫超过这个时间。第五点，咱65岁以上，伫1月份的生日的长者吼，请各区长这个办公室的少年干事来领这个关怀礼券，适时去关怀来探访。具体消息，咱本会有会员姊妹吼，因为这个车祸有真侪所在来骨折吼。12月22日迄天，伫个南口的长庚医院来进行这个手术，请大家来关心大岛。第二点，本会陈六柱弟兄吼，12月20日伫这个台中这个亚大的病院来进行这个阿妈棍这个神经的手术，请大家来关心大岛。咱大岛事项内底，求助看顾保守潘秀基兄弟。陈六柱弟兄、甲喜阿妹长老娘、甲梁蔡金叶长老娘有会员姊妹身体来这医治这侪会受伤、生苦白疼的咱嘛使为着家己、甲厝的人，就是这个岁末时刻孝顺这个咱上帝的恩典期待有新的一年度来顺利、来平安。咱第三点来为台湾咱国家安全、经济生活甲防疫来政治甲这个民主。咱最后咱请牧师来介绍甲补充报告。来，我来介绍今仔日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人客卢小芳姐妹，伊是冠飞的朋友这应该坐伊边欢迎今仔日来到阮中间。愿主也出示伫恁下兜，甲你的厝内底，甲你的生命中。第二项，我要特别来，请咱特别搁一遍拍破来，多谢圣歌队这边的服侍。因其实是对实际上咱的圣歌队是对今年9月份开始，甲正式开始练习，嘛开始服侍。实际上过去的大概2-3年中间，咱的圣歌队实际上有真侪限制，所以咱爱多谢因伫即个真无用，像是真短的时间内底嘛真少组织锻炼甲时间伫今仔日早起时带互咱即个圣诞礼拜有一个真特别的歌曲的祝福，带咱做伙来敬拜上帝。我伫遮嘛要特别来多谢咱圣歌队的司琴明伟明伟伊伊刷落来差不多至少半钟以上，因为刷来音乐系准备要上尾的考试，所以有真侪时间爱伫迄个学业顶头，所以咱搁一遍拍扑来多谢圣歌队明伟甲咱的指挥毋望明伟迄个无用了，佫会当转来服侍啦嘛，咱为着明伟来祈祷，毋望伊的学业、伊的整个的情形有上帝特别的祝福。就读伫音乐系内底、系所内底有上帝特别的祝福。咱嘛要特别拍破来多谢6楼咧主食备办爱餐的兄弟姊妹，要大家歹势，就是过去咱应该拢有组织做伙做圣诞爱餐，总是今年小会嘛，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暂时拢无。不过关系部这边有特别准备，听讲今仔日无食到这个便当的人会遗憾终身啦我听因安尼讲啦讲准备7道菜7道菜8道菜所以今仔日讲有迄个主席也有主餐，圣歌队也有主餐因讲恁无食到，真正遗憾终身啦所以咱特别拍扑互遮个伫6楼厨房的遮个准备爱餐的兄弟姊妹。
请咱爱珍惜虽然无亲像过去，我嘛毋茫讲明年度咱会当搁恢复过去以来，咱现代爱才会当做伙坐倒。不过今年由于是疫情的关系，所以要请咱咧享受的时阵，感谢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嘛毋茫食落腹肚的菜色美牛，真正祝福咱每一个人的家庭甲咱的生命中。愿上帝的祝福就临在上尾一个补充报告，两个补充报告。第一个就是下礼拜要举行的就任式是伫第一场的礼拜，所以要请伫名单顶头的长老执事甲首长、团契首长爱的日子是第一场的礼拜要就任。总是咱到时阵啊，因为时间也是等整个满度就任的，请大声互我知影，然后会当补就任无问题，会当补就任无问题吼。愿上帝的祝福就甲咱做伙伫地。上尾一个报告就是金孝祭，就是咱伫祈祷内底的金孝祭，娘长老娘伫早起时伊的呼吸甲心脏听讲是只有剩30的状况，所以紧急的送入病院。随上现在早起时娘长老有来，我有甲伊做伙伫遐祈祷。因为病院拄互伊一张是毋是要放弃医疗的单，所以伊伫遐真周到。伊的囝儿劝伊讲爱签，总是伊伫遐真周到，我就带伊伫遐做伙做者祈祷。所以请咱特别为着金孝长老娘长老这一家来祈祷，求上帝特别保护伊伫上时夜间。这个特别是会员姐妹吼，伊真严重的手术，请咱持续为伊祈祷，也保护夫妻和六族兄，伊伫迄个真多咧医治手术了，拢会顺利，甚至慢慢会当恢复伊的行动。愿上帝祝福就临到咱每一个家。潘秀仪，潘秀仪有，秀仪遐有来啦，秀仪遐伫咱中间啦吼。秀仪遐嘛经历过，阮着特别祈祷吼。后来伊安尼恢复伫咱中间，伊的性命着通成做咱真好的见证。愿上帝祝福，也持续为伊的身体来祈祷。上迎圣诗第401首，愿全能主上帝，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吟完请牧师来祝祷。愿全能主上帝。保守属好永无退，属平安全平安，坚心勇敢度万难，也把仰望主的面，享受恩典永无尽。愿全能主上帝，保守属好永无退。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
电乐灭倒。咱互相请安，行平安礼，煞接去6楼领受咱的盛大爱餐吼。